浪，胜败万正论英雄。起起落落当作英雄，历尽了沧桑，意志愈坚强。落魄免悲伤，小子啦嘛会变英雄。有沉沉变化有常，有时屠杀的环境变啊，风云再起，风云再起，男儿立志赌着一口气。啊，失败无算什么，啊，随时做好准备。我一定会风云再起。啊，风云再起，风云再起，男儿立志赌着一口气。啊，失败无算什么，啊，随时做好准备。我一定会风云再起。我一定会风云再起。佚佗该阿里去啊，通配合像你这种痴情的女性，安尼啦，你答我一个条件，我就无为难你安那啦，好？什么条件？你讲啊？我的条件就是讲吼，拜托你莫搁卡袂到就绝食吼，你抗议好无？拜托，啊！会用啊！啊，毋过你啊好法师啊，我即个身价100亿的财神爷，我不爱食便当，嘛不爱食寿司。来了去，恁老伙仔有传100万的所谓伫遮吼，所以只要你只要阿嬷交代者，看要食什么山珍海味，我马上来甲你传。真好。报告小舅嫂，我伫交我发现到彭志强的车，伊个人甲迄100万拢无去啊。继续赶紧甲彭志强联络，加派一寡人伫车的附近继续搜查清楚。嗨！我早就讲过，莫互彭志强去送钱。一个拍野球的，哪有这个才调打正的责任呢？安怎？钱是我叫伊去付，你即摆是你怪我有眼无珠，看人袂清，会家己查某囝的性命你滚生笑心。多少？我绝对无迄意思。我是担心彭志强的能力无够，会辜负着岛上对伊的期待，顺续去拖累着七号。容易，伫你指责别人进前，上好是反省家己的行为。我就还袂甲你处罚你。若毋是因为你的怨妒、口恨，黑白乱讲话，是哦，想要家己走出去，可是安怎让别人绑票？我知影毋对，等七号平安转来，我愿意接受岛上的处罚。想好你讲的是真心话，知影家己毋对伫倒位，我一摆甲你警告。千万唔通因为你的怨妒彭志强来影响你的理智甲判断。若无，莫讲是接班，你话赶出门后拢有这个可能。来，讲这个时阵啊，你心情过遮尔好，看起来输哩。你就毋知影吼，我等食这顿吼已经等足久啊。虽然无顶辣椒，气氛嘛遐尔好，啊，毋过总算是完成我家己单独享受两个人世界的生活啊。是哦，是莫讲话，我即马感觉吼，我敢若徛伫咧云顶呢，笑声发泄。啊，昨昏搁伫咧地下，今仔日就伫咧天堂啊。看我差样子。当然嘛有，我莫名其妙，互你压来食，叫天天袂应，叫地地不灵啊。
伫咧我上惊佮上孤单的时阵，阮倒上佮无爱插我。阮卡上佮伫咧日本，你嘛无闲插我，我真系足可怜，足啥物事。笑，我知你真苦啊，要阮每一人拢真关心你，尤其是恁爸爸，伊一知影你出代志了啊，比什么人搁较着急。我毋捌看伊遮尔无头先过。你是伊的亲骨肉，伊要哪有可能甲你放你唔管？若毋是因为这阵血缘关系，伊早把我放落，带迄只互你食。毋过看到你愿意为我付一摆伊的份上，我应考虑莫甲伊收起。笑，你已经袂少岁啊，感情的代志，毋是当事人以外的人会当做主的。既然已经选择啊，咱做事者嘛只好接受。搁再讲，你嘛无希望恁倒送感谢你的感情生活，敢毋是？你讲我真有道理，毋过我就是无法度接受，阮倒上反背阮卡上。志强，我会听你的话，感情的代志家己做主。为即马开始，无人会当做阻止我爱你。志强，我就希望咱会当永远互人关伫咧遮，安尼咱就会永远做伙啊。好啊，莫搁闹啊！对了，我要来的时阵，中医本来要地来，我看伊好产就对你真关心，伊甲我讲，你是伊未婚妻。迄是又别乱讲的啦！我一直甲我当做是亲大兄，世间哪有大兄娶小妹的道理？因为我看伊好产就毋是咧阮耍笑，伊是真认真想要娶你。七哦，你敢有考虑要甲中医？去免想想啊！迄个人是过卑鄙啊！竟然用小玲的步数要对付。你话来讲一半，你是要对付什么人？无啦，咱免去讲伊啊，较免破坏遮尔好的气氛。我紧。这他爹！我毋是叫你爱伫咧外口等，你走入来是要创啥？歹势歹势，我常常哦想到一个足重要的代志，爱马上处理较会使啦。什么代志遐尔重要？敢袂用等阮食饱再讲？当然袂用的啊！等下吼，食饱正神绝对啉到醉茫茫，免啊甲我签这个签名球咧。正神，拜托，帮我签名一下啊！吼。你要伫我签名？哦，这签名球即摆偌好咧，拜托拜托。我这个人从无会浪费时间啦。你好无容易叫我望来遮，啊，我无趁这个机会甲你讨几粒签名球，安尼命会好咧。你嘛较差不多咧。你一个人要伫遐尼济个签名球，是要创啥？嘿，这对我生意头较好的所在啊！有这签名球吼，正神签的名呢，迄外口有通卖钱呢。哦，迄价值偌好咧。好，拜托，再各位。来，来来。这只啥来？我唔知啦，你这是唔知啊？买啦，买啦，对，买啦！恁袂唔相信哦？你的喙齿会比这个较甜啊！我讲啦，我讲啦，啥？我讲是救我的。哎，救我啦！你来啦！你好了哦，啊，生更欢喜的呢。啥阵大汉？哦，大汉！大汉，啥物风来吹啦？无代志，人拢出去。啊，无你要倒啊！无，大汉，迄啉酒无这风味的，都袂好耍啊！我来甲叫转来。哎呦，大汉，倒酒的工课，互我这细汉的来就好啦。啊，通倒番大的，你亲自用你尊贵的手安尼倒，拄好无？啊？小我你真正甲天借大呢？啊？
连伊都社长送的查某囝只哦，你也敢甲伊绑票？哦，吴兄弟，你咧讲啥？我较唔晓听无啊？什么只哦？这啉酒的所在的小姐拄啊有这个，又去哭，哭无只哦，嘿啊。我知，我讲。你甲我讲，只后小姐即摆人伫倒位？无主事者到底是啥物人？我老死哦！来讲，不准念的人入来。你怎么会入去啊？行。行。等你是某尾啊鬼是无啦？啊，你毋是啉了早才找我，啊，咱毋是讲好啊？你明个都才出现的。有一件代志我无来明啊。你啊，真正甲天公照大，连社少送查某囝你也敢绑票？你阁真厉害呢！啊，这件代志你也找来怪我身上。阿两嘛捌告怕。社会事啊，有啥物代志我乌想会查袂出来。你也知影，社少送的手段是比我乌想的搁较强，加上日本的神龙做押文。你啊，十条性命你死无够。假使讲我予你50亿，你是毋是会当替我保守秘密？我唔肯。你若唔肯，安尼我就随在你咯。那安尼，我就无客气啊。喂，你写创啥？好弟啊！你写创啥啦？你哪来遮？伊倒有咧？我上已经知影，林天生的宝贝仔查某囝伫我手头。安尼讲起来，伊倒有也知这件代志。毋但是知影这件代志，而且这大发财的计划，就是伊想出来。好姐啊，你唔通袂去，你即摆出卖我，连你嘛爱做电视。也毋过乌翔，伊才唔甘要我死咧。你敢袂记啊？我甲你讲有一个查甫人爱我爱到要死的。就是伊哦。哎呀，王姐啊，你哪唔用再甲我讲，迄个人就是乌翔的。伊倒有咧？我才唔敢相信，讲你暗中也敢来反背社教啥。乌翔的啊，你即摆就会当去社长的面头前领讲。不过，我是一定会拖红姐啊陪我斗电视。乌翔呀，你毋是误人，你永远都伫林天生的身躯边，永远都是伊的手下，爱看伊的面色。假使讲你来和我合作，甲林天生变互倒，那安尼，你就是真真正正阿尼基啦。搁再讲，玉芬伊真讲义气，伊讲要分50亿互我，啊我的嘛是你的啊。乌翔的，即摆有一个出头天遮尔啊好的机会，你着爱把握呢。或者是有迄阵摕起你社长的面头前告我，做你去不要紧。不过我会讲。这一切拢是七号计划好，然后收买你来陷害我的。你搁想看觅？
我是小舅上上较爱的人哦。到时伊是会相信你，也是相信我。我无讲要甲你告，就再讲，后若是我心爱，我哪有可能会去伤害？玉芬啊，我看介意的查某人是一棒。欧雄，你讲的是真正？谢先生，我看真清楚，嘛听真详细。早起的人已经是桶仔去逮了。我伫台北场时，嘛有亲目睭看到载到小姐这想车，是车场的头家亲嘴讲。谢先生，对方的人也知影讲我欧雄是遐尔好料，大家也拢总选去。只是咧，所有的线索拢总断去啊！车掠着人无走去，你这个唱管线安尼去是佚佗假了。少爷，我是受社长上委托，我是对社长上一人负责，其他的人无资格通甲我大细声。你知影我是啥？敢用这款态度甲我讲话？佮少爷嘛是同款。好。即摆下落不明，恁都才弯起来，车了安全还是？我甲恁讲，车若是有问题，我就用恁两个命来换。我接。喂。伊到社长，钱算备好未？我还未听到我查某囝啥物进前，我袂回答。你免回答，听我讲就好。我查某囝到底是倒位？你较冷静嘞，我若听到无满意的回答，因查某囝的性命就危险。你好，我咧听，你讲。我即马无爱现金，你甲我准备一只船，甲我安全送去公海，然后我会予你随时其他的户头，而且按照时间甲钱汇入去。等下我确定讲转小成功，那安尼你甲你的查某囝就会当团圆啊。恁的计划变来变去，我是要安怎相信你？即摆袂改变，你若无答应，安尼就莫讲。等下，好，我答应你。也毋过，你要花时间。4天。4天。4天连我找有出海前的渔船也都袂付。若袂付3天。你好，我答应。这算是水亏。伊都，甲你查某囝都保护袂掉，有才让你恐吓。这种代志若是传出去，我是免我甲你徛起。兄弟，为了伊到这8年的大位，你社长面头前，是了存论的。讨论嘛无效啦，论规波论一个防治局，即马又搁加一个乌相，继续论了。阮岛上还是甲防治局当宝，甲我当作草。我才想无的，社长是安怎想的啊？唔用家己的客囝，连到去用一个外人。只要有防治局伫咧一天，笑就永远袂嫁予我啦。
只有卡上是真正咧甲我关心。我当初实在是无应该为着互杜尚欢喜，帮助伊得到周玉芬。伊甲卡上逼等去日本，只要互人绑票以后，彭志强搁趁这个机会出来表现。哼，即马连乌熊嘛无甲我囥伫眼内啊！安尼去，你做啥物拍算？为今仔日开始，我要行家己的路，啥物人拢袂当甲我阻挡。你是安怎？我敢若听到有人咧叫我卡桑。坐啦坐啦，你就是真久无听人叫你卡桑，迄拢心理作用啦。我已经敲几来摆电话互姊友啊，伊拢讲伊无伫个，伊嘛拢无回电话互我。我就知影一定会有一天的，机票我早就甲你传好啊。我真了解你思念查某囝的心情，真艰苦哦。你人伫遮，啊心伫台湾。我看吼，你倒转去台湾，亲目去甲看看的，安尼你也较放心啦。多谢我杜尚。但是叫你转去，并无代表我已经原谅他咯。一世人我是无可能原谅伊的。为什么是？中医？卡桑，是的。啊，实在歹势，阮公司遮细间，真正请你袂起啦。真歹势吼，阮公司即摆无即个亏，以后若有机会，我绝对通知你。喂，请问哦，这报纸顶上讲，你是不是要请业务员啊？啊？已经找到啊？找到我看广告。我想到遮尔啊水，连上基本的工课拢找无。喂，这报纸是我的，莫扣啦。哦。啊，到内底的啦。歹势。我袂咧互人拍倒，我一定要重新站起来，要做互所有人看。阿全，奇妙，真正是你哦！我拄好远看到你，佫唔敢确定咧，而且拄好。是啊，自从你离开球队了后，我嘛足久无看到你。甲看起来，你即摆行情袂歹，拢是明白哦。安怎？你看，落嚟啦 ，LV 的啦，哇，我参像你是金牌刀手，厝的遮尔好呀。较早我做球员当阵买袂起，也毋过我即摆行情哦，甲你大小爷比起来是差不多啊咧。哎
还是安那啦，咱由头革面啦。你这大少爷也拄着烦恼的时阵哦。但我即马无度甲你比啦。老实甲你讲，惊你笑。阮的古堡集团已经袂有别人，而且我做生意阁失败，阮紧甲因的公司摕倒去。歹势哦，我生活过了无正常，看无纸也无水啊。是咧是咧，我毋是听各位要甲你哦考试哦。无要紧啊，阿全，甲看起来你虽然做了袂歹，真正是风水轮流转。即马我是一个无头路的啦。对阿全，你即马伫倒位发财啊？金苗，甲你当做家己人哦，我才甲你讲哦，唔通讲出去哦。我即马做的行业哦，爱冒一寡风险。要毋过，你看我市场，你嘛知影，这哦利润真好啊。若做一遍哦，做年头才甲年尾。假使讲你有兴趣，兄弟哦，甲你牵啦。只要是当趁钱，我拢有兴趣啦。不过我就惊我做袂来啦。哎呦，你即马咧讲啥啦？自以前哦，你做啥物拢比我较好咧。安尼啦，我先带你去看卖啊，看了要做歹做，你才决定。阿全，免讲遮济啦，行啦行啦。阿全，我讲。哪听哪讲啦，袂害你啦。转啊，小点小姐。哎，三班兄弟啊，咱已经合作遮久啊呢，我会信任你的啦。啊对啦，下工请大家哦来去酒家，咱走哦。免啊客气啊。这里啊。哎，阿全啊，你是走出啥物物件？那一摆摕遮尔侪是啊？莫讲招数遮尔歹听啦，爱讲正话啦。不管是酒、薰，还是正规药材，这无他谈，我拢照进。你啊，哎，但我啥物拢无做，你摕钱，互我要创啥呀？这是规矩，见食有份啊。若无，我今日会去别个。我毋是讲你会去别个，是讲哦，这是规矩啊，规矩袂当破，破了带水。你去手来，若无。我规暝困袂去哦，安啦，这道哦真简单，阁真好赚的啊。简单是简单啊，卡输哦，捡警察掠去，写坐假的。啊，你是伫惊啥？就算去互掠着啊，通济破1、2档，要毋过若较细致的做，1、2档就当退休安尼。而且啊，阁一世人食钱免烦恼的啊。做大事业的人。是袂去计较小可的代志，这拢是过程。真紧我就来趁着本钱，做正当的事业，找人人敬重企业家。人讲，人无怀财袂，马有野草袂。我一定要赶紧趁着钱，我会反省，无一粒仔风险是有价值的。阿全，阿全，拜托你替我看住。冇问题。无安尼啦，我先请你做规矩，等下以后开始手啊，才家己做。就这。这个吼，我就想着安尼，咱伫遮会一世人哦。你若做安尼真好算是，你若真出代志，你桌上真伤心，你知无？伊有互你知，才袂为我伤心的。阿明阿爹。恁两个好啊，思考只要小姐，甲刷去较舒适的所在住。我要跟这用做伙啊！正行老姐。那安尼，我嘛要留落来。我是老大的，我讲的话就是命令。这什么人才是财神？志强是我的未婚夫，有我就有伊啊。阮生生世世拢要做伙，阮岛上人就看袂着伊，恁赶快摕袂着钱啊！对。好，两个做伙压走，先颜色透开，伫路顶较袂怀疑。
你别来遮，我去甲因开。我不爱领导，你们离开我了，我不爱了。姐，我已经甲你讲过几落遍啊，我一直甲你当做家己的小妹。我知影，啊，不过这只是暂时的。这毋是暂时的，你听我甲话讲啦。我的心早就已经予金完了，这世人我敢若会爱金完一个，我无可能接受你对我的爱。但是我，你会当做我的小妹？因为我拢只是小妹，我可能改变。无可能。这不是超奇怪吗？我哥哥一直逼我嫁予伊，我真正爱啦。可是阿三姑姑讲要做我的哥哥，我是倒位，为何要跟我姐啊？我算什么？我算什么啊？是啊。你就在你的，我还你，我还你，我还你！我心肝上软，要再先甲正人做掉，就无这代志啊！做掉，哥又走呀！快走！快往后走！哎，站住！给回家！是。哎，不要开钱！啊，站起来！走走，干！停！停！文志强，哪能只有后续伤害哦？笑到做伙时阵，无受到任何伤害。对拢想做什么款？你记会清楚未？就算我变做夫，我嘛认得出来。真好，人上甲我画出来，我派人甲这顶唔知死坏血都甲你抓出来。我真愿意配合，要无像伊安尼做，颠倒起来就笑。彭志强，你唔是声声句句要保护笑，你竟然家己绕跑，佮敢讲笑互别人掠去？我袂负主动，笑就撞出去啊！这唔是理由啦，你根本就贪生怕死。好啊好啊，是惊死，都袂摕我的事去冒这么大危险。我甲你查某囝个性我真了解，我相信你的话，一定是笑唔听话，伤过骄了，才会又搁互人掠去了。杜嫂，是安怎你甘愿相信外人，都不爱听你家己客囝的话？你哪会知影这间笑有啥物企图？以前你就甲我教过。唔通随便去相信外人，因为人心难测。即马咧，调查的任务交予乌翔，才把对方的工作交予彭志强，那安尼我算啥物啊？我安尼安排，我的理由，免甲你解释啦。杜嫂，你变啊！讲啥物？我已经忍耐真久啊。自从迄个金夫人，伊唔是金夫人，伊嘛唔是伊杜夫人。同意。杜嫂。不管安怎，今仔日一定爱把我的心内话讲出来。你有想过无？卡苏迄个查某若无入门，气候就袂出代志。这一切到底是安怎发生的？你有想过无？大哥，安尼我赢，从这个态度甲讲话。唔敢。有事，我问你，按照伊道家族的规矩，以下犯上是要安怎处理？动一只手。伊是天界，真好。既然安尼，照规矩行。过来。陈校长，无你的代志。我留你家穿正手。都有手伸出来！陈校长，我知伫这，我无讲话的余地，我嘛无资格，我嘛伊杜家族的代志，要么请你体谅，重点是关心家己的小妹，请你原谅伊。彭志强，我无需要听我讲情啦。有事，真好，你甘愿接受听话，要是你受教。
我就成全你。等。你倒有哩？你起来。塔罗。起来，嗨。有空，你在台湾还无通知我，我会当去机场接你啊。你敢有用？中医是犯着什么唔对？你要安尼自行家法断伊的手骨？这个囡仔愈来愈不是款，不但误解我，还佫敢对我应嘴应舌。中医有错，甘愿守法。那安尼，嘛要经过我的同意啊！你袂记你当初你老姊上叫你切白下罪的时阵，是谁保掉你的命？中医唔敢袂记，卡上当初以家己的性命保全中医。你会记就好啊。既然中医的命是我用我家己的命换回来，你即摆要断伊的手骨，是毋是爱问我一声，看我有同意无？我若是无甲中医管教好，你指责我就好啊。有空。爷妈。哎。甲刀收起来。我知道。只有我是等来看的。只有别互放苗。塔罗，今仔若是中医打电话给我，你要搁骂我到当时？我就是惊你烦恼，我已经派人死去走找啊。塔罗，我已经啥物代志拢无甲你计较啊，干那拜托你好好照顾姊哦。啊，你即马要安怎好一个交代咧？我就抓，我一定用一切的力量去救姊哦，无少任何代价换伊的平安倒转来。等一下，我搁再一个时阵。你来。又可奈用走的啦，敢若是为着笑代志。我知啦，一定是中医通知伊的。这个又可看起来是真单纯啦，不过应该是无好对付。我着要较小心。怎么可你创啥？我咧收家己的物件啦。既然已经回来啊，我当然把这个房间让予伊啊。我来困过房就好。无需要啦，小哥已经讲啊，伊暂时住姊儿的房间就好。这要哪会用的？即马还阁死都夫人，我若占伊的房间，人会想讲我想要占大，安尼对大姊就歹势啊。有法啦，你愿意叫伊一声大姊，又搁这样维护这个家庭的和气，我真欢喜。又佮个性，伊嘛是故意，我相信伊袂为难你。但是，毋是我无欢迎伊啊。不过，我是惊讲，我若是甲款待了无好，伊会无欢喜，安尼颠倒毋好啊，嘛会互你歹做啦。袂啦，有可啊，为了家己的亲生查某囝，想要带入来胆小是这嘛是应该。你嘛是人的老母，应该当体谅伊的心情才对。你放心，乖呀。中医，你谁若无伫只有一出代志时阵，就马上通知我咧。请卡上原谅，我本来是无想要互卡上操心的，不过都上变。伊甲救手的工作拢交予我人，我连插手的机会拢无。我心肝内着急，又搁烦恼手的安全，只好找卡上来。谁哪会安尼咧？卡上。中医要甲卡上请罪，是啥物代志？你先起来才讲啦。嗨，卡上，我错啊！我无应该隐瞒岛上转来台湾的目的，啊若无，嘛袂发生这么多代志，搁害卡上伤心转去日本，只有个人绑票去。我
真正是辜负卡上对我的恩情，我该死。卡上，这届七月会互人绑票去，拢是因为迄个周玉芬啊。只有个性我了解啦，伊甲周玉芬一定是袂合的。卡上，就算讲这届只有平安倒转来，迄个周玉芬伫咧。我了解你的意思。卡上，你一定爱甲迄个周玉芬。你莫阁讲啦，我家己应该安怎做，我家己上了解。哎。免我卡志强的语音信箱哦，早就叫我老母啊。志强的平常时去倒，伊拢会甲我讲，啊那向阳无法度找到伊啦。阿鲁爸，志强敢袂出啥物代志啊？袂啦，你莫后白想啦。来，你看，啥物人啊？志强。志强啊，你若向阳无去啦，今我来啊，叫甲咁要哭咧。志强，你是去倒位啦？我就惊你出代志的呢。七号人绑票。绑票？啊，报警无？对方甲阮警告，叫阮绝对袂当报警。今晚，之前我捌等七号因爸爸要好好照顾七号，所以。志强，你免甲我解释啦。人命关天，你若会当做3工啥物，你就尽量去做。对啊，多谢你。对啦，金王最近好无？我有听讲，伊甲阿纯咧做生意，敢若做了阁袂歹啦。啊，你真好咧。也毋过，我就是感觉怪怪，嘛毋知倒位唔对。是安怎说？伊才去上班无几工，伊就向阳变较足有钱的。啊，伊是金融啊认真拍拼啊，按头个要回奖金的啊。也毋过，我就是感觉怪怪。既然你袂放心，等我有闲，我来找阿全，了解一下金融的情形。欧雄亲身出面，照你讲，杜尚的兄弟嘛已经全部出去找人啊，是安怎到即马阁无少的消息嘞？你免怀疑欧雄，伊是我带出来，我无相信伊是要相信啥。对方的行动真谨慎，无留一点仔线索，甲人绑走了后，又按兵不动，想要互我自乱脚步，会当开出好计策。计划真周全，我伫想，幕后的主使者一定是一个无简单的人物。这就是我是安怎一声就答应伊100亿的条件。即摆因阁要求100万做所费，我嘛叫彭志强随间送去，我啥物拢会忍耐。但只有平安转来，我才敢算数。这的身躯遮尔啊重，万一伊若摕到钱了后，搁抬只有袂巧要安怎？你放心，我已经叫欧翔把洪生放出去，啥物人敢上会到只有，我来用我的家产做赎金，将这匪徒一个一个抓起来，草鸡灭族。因大家先莫为歹的所在去想啦。有100亿的现金，我想遐个歹人下半世人吼，都免烦恼食钱啦。哪有可能做遐样戆的代志，甲你过一世人的玩笑？无到尾啊，毋着有钱煞无命通开啊！天生，搁再讲，咱七号生了遐尔好上着，伊一定会平安倒转来啦。天生啊，莫搁我啉酒啦，安尼真伤胃呢。来，配一粒仔菜。想要甲我搭，
无遐简单呐。只有一定要平平安安倒转来。妈妈，你保证，以后一定袂阁离开你啊！你是毋是搁咧思念手？什么代志？我来替你换新的床单啦。先生问看卖啊，你是毋是什么需要？我紧来知啦。来这是客啊。这原本就是我的厝，我才离开无偌久啊尔。若有啥需要，我家己来就好啊啦。对啦，听讲只有这段时间家了袂少麻烦，因若有啥物得失你的所在，我替家己回息嘞啦。你千万唔通安尼讲啦！你安尼讲，我感觉搁较见笑。当我家己唔好，是我无尽到照顾查某囝的责任，才会互七号感觉在这个家庭内底无温暖走出去，互遐个歹人有机会对伊下手。照你讲，我应该叫你一声大姐。大姐，请你原谅我，嘛请你教我到底应该安怎做，才当挽回七号的心，好伊当接受我这个妈妈。只有自细汉就我性歹啊，请你多多包涵。我这个亲生妈妈，以后一定会陪在伊的身躯边，绝对袂阁让这种不幸的代志发生啊！想要利用七号做借口留落来啊！那安尼，都更卡无可能互七号活咧倒转。差不多。小舅嫂，这个邱某我都是安尼带头的。是这个人无唔对。伊为了真心，我确定就是伊。不用。嗨，上去。是。这。欧雄，你看卖，伫我社会捌见过这个人。这个人上可怜的就是伊个头球毛，嫌过啊，我对伊连点仔印象都无。若要安尼讲起来，这个人踮这个黑社会啊，唔是什么款卡小。你确定？黄志强，你莫变鬼哦，看好清楚。迄个人敢真正生做这个刑？你讲这话什么意思？容易，我这拳是替七号拍。小舅嫂，即摆救七号较重要。我就说，一定甲七号平安救回来。若无，我甘愿这条命陪你。黄志强，你的好意我了解，真感谢。不过对方唔是一个简单的人物。你千万唔通单独行动，我是无希望你也出什么代志。欧兄，兄弟，你两个听好清楚，赶紧把这三个人画上，送给咱的国教头兄弟，叫因详细调查因三个人的底细，千万唔通甲因拍生惊去伤到气哦，知无？嗨，是。也南北二路遐个老大呀，大家教我交情拢一样，我嘛拢交代好啊。因会学我讲一句话，这人上界好人的，就是伊粒球毛。也毋过啊，对伊连一点印象拢总无。哦，你搁真好骗哦！是讲，敢会有一天连我，你嘛要甲我骗惨嘞？啊，迄那就好讲，当然啦，我嘛想要骗你一世啦。这个人你有熟悉无？我熟悉咧，
这两个你有熟悉无？因为嘛无熟悉，唔捌一个甲头出现的。这个人我无印象呢。对啊对啊。对啊。这我唔捌看过咧。这桥我唔捌看过。中医，阿嬷有找到人无？卡啥？多少？拢查无线索。我想的，啊你毋是总管选的老大，是安怎连三佚佗也都找无？我是后日让全省兄弟咧查，杨故为着要顾全小姐安全，因在暗中调查，所以时间会较拖。再讲啊，以我的经验，这个绑票犯以后可能头一摆犯啦，所以也真歹查。那一点你都要谅解。虽然我有上了，不过我两目睭嘛有芳，拖久我是会出代志。我赶紧想一个办法解决才会。哦，装潢遮水，即摆宾馆愈来愈高级啊！哎，志豪小姐，你遮单纯，即种所在你毋捌来过啊？吼！哎，志豪小姐，志豪小姐，等下啊！啊，人拢袂讲话，啊袂叮袂当，是惊一个动工去的款哦。哎，系啊，即摆要摕钱交人啊！啊，人即摆变啊，属金毋知会去互拍这支无？喂？哎，哦，洪子啊，马上要见无？啊，迄个所在我知。来，恁两个。我即摆要出去者，有重要的代志。恁先甲人顾好，我转来用暗号，爱就鼓励，听这门声，甲我开，知无？知。顾好，忙点打。你就是 Q 猫哦！你咪洪子啊嘛？你敢知我的大名？敢讲咱捌伫倒一间酒店见过面啊？哈？莫讲我过来！那无我会互你后悔一世啊！你到底啥啊？你唔免管我是啥，我只有一项物件，你家己看卖。你张配你应该会认的啦吼，把录音机放出来听看卖咧啊！你都高级，我会搁敲电话甲你讲，哥，也搁啥？我无爱你公司的人摕钱过来。这物件卡你手头，你到底想要哪？我当摕到这个物件，你就知影我有偌厉害。我互你两条路行，第一条就是台一刀七哦。啥？你要我台是死哦，小姐？歹势，你探听我无清楚。我Q某是佚佗家后日去，石 Q 兄弟拢唔捌咧欺负查某人的。而且这几天我已经甲志豪小姐已经培养出甲一般人无共款的革命的情感。你叫我甲下手抬死，我甲你讲，做袂到啦。真好，第二条路就是你红乖啦。你敢知影绑票上当是用个判死刑啊？伊无死就爱换我死啊！靠这款道理，我换第三条。免讲这啥话，你就只有这两条路通选择。要生要死，你家己选择。哈，是洪姐叫你来哦。你一定是伊真好的朋友，啊无你敢会知影规个代志啊？甚至你也有参与，对无？绑票是洪姐叫我做的啊。敢讲你唔惊我甲洪姐啊，甚至某个主者加出来？你有啥物证据会当证明讲绑票代志是洪姐叫你做的？搁再讲，七号甲彭志强已经看过你的证明。你认为讲你搁走会去是？等下，你想通我信？好啦，白白拢爱死啊！啊，
啊，着死道友无死面道。是倒位？为何要紧我姐啊？是。你就残忍的，我还你，我还你，我还你！我一定要甲手救，若无一世人拢无法度管理我家己。有这签名球吼，正神签的名呢，迄外口有通卖钱呢。哦，迄价值偌好咧。球我要求兴华啦。你是战神？我给他签名好不好？小朋友，你甲我讲这个球位倒位来，我就搁甲你签名。真是的啊！正神免哪有可能骗人？这是阮家女婿的人客送我的。恁家的女婿？签名对写上有伫无？志强，哈？和平公园边仙乐宾馆，我知，注意安全，我随到位。恁这笨蛋，已经找到阿人的所在啊啦！行。车我袂当。龙毅，换车。等下咱马上爱甲只号小姐做掉。啊，爱甲在声做掉。靠背啊，较细声啦！伊若无死，换我死呢。我嘛是无多开抬查某呀。等下你对我来车顶摕布袋较爽啊！你入去甲人顾好。是。伊个社长，你一定要赶紧过来。大家，较紧点。嗨！是的，阮咧赶时间。我时间嘛袂使违规啊，甲驾照甲现照摕出来。连个带。再加紧。切，给来走。你别说我是个松下，你的心已经拢回叫我这不是？一万摆我这好不？给来走，给。你别着你的心，我无你甲心相差别。是啊，拜托我，给，给我别伸手。中老兵的战士，都是你。天堂有路你唔去，地阁无门你闯进来，把财神搬过来，我互你死甲快活。你是要为了我，开始跑了。有欺骗，安尼我就成全你，你阴间做人好无？等，你有手手，你爱我安怎，我拢随便你。这摆工商拢无落去啊！
是恁要走，是恁逼我开枪啊！恁白先拍我死，敢拍死这查某？对，连你后生嘛要拍死哦！若无烦死，咱就会死，无法度。志强，只要我还阁超过你，我袂互你伤害死。听不起，不愧是我的偶像战士，有气命。恁爸就成全你。志勇，志勇，你安怎嘛？安怎？无代志吗？无代志。吴勇，嗨，你给上北医，嗨。阿三，志强伊袂死啦，伊若死啊，我嘛无想要活。志哦，莫讲遮歹计条的话，志强一定无代志。志豪，免烦恼啦，志强的伤无性命危险。塔罗，志强是咱的恩人，咱应该好好甲伊说多谢。我知啦，这摆若毋是伊的，我可能失去这个查某囝。等伊人好起来，我就安排伊来我身躯边，好好去栽培。本世是即马当需要的会，即马会库的会比行会无够，即马敢有比行会型的加速。什么人的会型是比型的？塔罗，中医是必行的。容易。中医人嘞，太哥，你紧敲这条会。嘿。彭志强早就该死，爱我的会救伊的狗命，免小心。胡林，你个手机啊，卡袂通。啊，那么去我的会啦，去我的会啦。袂使啦，志豪，你也毋是必行的啊。胡小姐，我的会是偶信的，先袂使关会互伊。好，你对我来。武雄，你紧去通知所有必行的兄弟进来。太香。太香，我听讲你关心这回，对你身体有影响无？伤害代志啦。多少？你来写。你跟我聊天。哇，不要紧。小子，好兄啊，感谢大家赶来关会。彭志强已经无危险，一个月这兄弟若是去你的酒店签销，算我的，还好啊啉者。多谢谢小嫂。我想，这是我一点仔意思，你替我大家做收费。多谢谢少夫人，要无我店面有代志，我先走。好。你也是你想要较周到啦。多少？真多谢你看会好志强。多谢我要创啥？人彭志强因的性命，换回你的安全，都有上关一点仔回算啥啊？天生，咱紧回来厝啦，我炖一块补品给你补回。好。卡桑，你上桌上等去休困啦，我要踮遮照顾志强。
好啦，我看志强若是无醒来，啥嘛无法度甲你为遮游走啦。我甲志强已经是性命共同体啊。伟雄，嗨，留踮遮好好照顾大小姐。嗨，好，坐进来。阿全，他这笔货是要送去倒位啊？走滨海，到龙洞有人拍信号你，你就对头前迄台车行，自然有人带你去到的所在。是啥物货遮尔神秘啊？你林后会感觉这货绝对无问题。这是定金，代志啊办了水亏，除了尾款，我阁加一成红利予你。我办代志你放心，我保证绝对做到袂互怀疑。阿全，你要我讲清楚是送啥物货啊？啊若无，我是歹做的。是日本款啦，你嘛知影，即马过来欠货，所以利润是真好的。金阳啊，你即马到底是安怎？到即马阁对我袂放心吗？我当然是相信你，啊，不过我要先讲清楚，枪甲毒品这两项我绝对袂开哦。安啦，我嘛是安尼啦。来，就按成功赚大钱。你为着我，连性命都无爱，还佫讲心内无我。喂，你是啥？我做袂记哦。我是彭志强的女朋友啦。志强，志强，志强，你哪会这么拼命啦？你家己的安全嘛袂讲，你若是出什么意外？你是叫我要安怎？叫我姐，是的啦，不是我唔好。是哦，是我拖累到志强的。经过这摆的代志，我感受到恁对我的爱护，我感觉家己以前真正受过骄啊。是哦，看到你平安无代志，我真正就为你欢喜。叫我姐，志强，要分钱的时阵，你就姊妹啊，两姊妹啊，这摆代志撇空啊，你说再甲你意哦？掠到人，想卖好死。我一定会真紧对你有一个交代。上重要是迄个幕后主使者。写真歹看，是你软心想要退出来，无任何人会当逃过我甲民警部的桥。不过我希望你当成全我。像我这人，绝对唔能够留咧。像我这人，永远相信。无用打电话，现代的社会，爱情慢慢衰。有人接到是爱情限时批，有人接到是伤心的电话，好歹离婚哪会差这多？有人干杯，无用免道理，现代的
社会，爱情慢慢衰。有钱的人永远是做头家，无钱的人永远是头咧咧。天公伯啊，这呢无公平。为情是天下第一公，为情是世界第一勇。为情伤心伤肝无地讲，为你冲，为你打拼，做前锋。